Hello 大家，歡迎來到我的頻道，喜歡我的視頻的可以點讚加訂閱我。今天跟大家錄點實在的心裏話，不管男生女生，在和異性相處時，肯定都遇見過對方話你重話的時刻。想拉近關係，跟進一步，很少有人會直白說出內心想法，大多會借着白從小事打暗號，有心的人一眼就能讀懂，換那個心思的只會單純當個普通聊天，白白錯過升溫的機會。咱們從剛認識，約會結束這個階段慢慢說，看完電影，吃完晚飯，天色很晚，這時候說出口的每一句話，都藏着小心思，男女表達的方式還完全不一樣。先說男生主動釋放信號時常用的幾種說法。有的男生性格不算扭捏，但又怕話說得太直白嚇到對方，就會拿時間當藉口，開口問你住得遠不遠，順勢提出今晚別回去，就近找地方將就一晚。這話聽着是體諒老土謠言，其實重點根本不是住宿麻煩，核心是想多一點獨處相處的時間。如果真只是擔心你趕路辛苦，只會主動幫忙打車，不會刻意提議留宿，這層暗示其實特別明顯。還有一種很常見的體貼式說辭，對方會留意你有沒有喝酒，借着擔心夜間打車不安全，說自己住處就在附近，邀請你上樓喝杯茶醒醒酒，還會反覆強調只做一會兒，絕對不會亂來。大家千萬別被這番話迷惑，真正顧及你安全的人會安安穩把你送到自家樓下，或者安排靠譜的車輛送你回家，不會非要把人帶回私人住所。那句保證不動你，更像是一重鋪墊，就像小孩子說只看一看絕不碰東西，最後大多都會忍不住靠近，心思顯而見。性格內斂一點的男生會借天氣製造機會，隨口說外面快要下大雨，雨量看着不少，獨自趕路肯定會淋濕，不如先留在住處等雨停。下雨只是一個隨機的由頭，停留多久完全取決於兩個人聊天的氛圍，只要願意多聊幾句，獨處的氛圍一烘托，關係很容易往前邁一步。再聊聊女生的暗示，女生大多不會直白表達，習慣帶着試探的語氣，委婉傳遞自己不想獨自回家的想法。約會結束，男生提出送她回家時，她會隨口說小區今晚停電，屋裏黑漆漆的，一個人待着心裏發慌。停電這件事真假不重要，真正想傳遞的信號是我不想單獨回去，希望有人陪着。只要男生稍微懂一點人情世故，就能接住這個話茬，主動提出留下來陪伴，或是帶去自己住處。還有不少女生會說今天玩了一整天，渾身疲憊，連走路都沒力氣，不想再折騰趕路。這句話的潛台詞就是別送我回家，找個地方歇一歇。只要男生順勢提出去自己住處休息，有沙發可以落腳，基本就能順理成章延長相處時間。等到兩個人慢慢熟悉，有了幾次約會基礎，暗示會比初次見面更直白，但依舊不會挑明。男生這邊會找個從專屬私人空間的理由邀約，比如剛入手一台高清投影儀，在家觀影體驗院、超影院，邀請對方有空上門體驗。電影院屬於公共場合，家裡是完全私密的空間，特意拿新設備當藉口，本質就是想創造只有兩個人的獨處環境。關上燈光之後，曖昧氛圍自然而然就上來了。也有人會拿家裡特產當由頭，說家裡寄來不少吃食，自己一個人吃不完，邀請對方上門品嚐。於是單純想分享美食，完全可以分裝一份送過去，沒必要特意讓對方上門，上門獨處才是真正的目的。女生熟絡之後的暗示會更直白，比如坦言週末家裡只有自己，屋子空蕩蕩的，閒着無聊，詢問對方有沒有空閒時間。獨自在家無聊兩個關鍵詞，就是在主動釋放邀約信號。家裡沒有其他人，環境方便，直白表達希望對方過來陪伴。還有更大膽一點的說法，新買了舒闊的睡衣，可惜沒人能看看。睡衣屬於十分私密的物品，說出這重話幾乎是把心意攤開，只差一層窗戶紙。日常線上深夜聊天也藏着很多曖昧暗號，尤其是凌晨1、2點的消息，很難只是單純閒聊。
男生深夜發來消息問你睡了沒，自己毫無睡意，想找人聊聊天。這個時間點的閒聊根本不是單純打發時間，是試探對方是否願意深夜互動，借機拉近彼此距離。還有男生會描述自己洗完澡，穿着睡衣攤在沙發上放鬆的狀態，刻意分享這種私密居家畫面，是引導對方腦補相處場景，拉近心理距離。潛台詞就是此很放鬆，如果你在身邊會更好。女生深夜釋放信號的方式也很好分辨，說自己輾轉難眠，詢問對方有沒有好聽的歌曲分享。找歌只是借口，重點是睡不着，代表當下有空，願意和對方持續互動。如果男生順勢提出視頻聊天，就能穩穩接住這份好感。還有女生會示弱，說整日勞累渾身痠痛，要是有人幫忙揉肩就好了。主動提及肢體接觸相關的需求，代表不排斥近距離相處，是很明顯的好感暗示。如果兩個人已經有牽手、擁抱這類肢體接觸，暗示會更加清晰，同時保留分寸。男生會誇讚對方身上的香味，提起擁抱時就留意到，還想再靠近抱一抱，藉着過往的肢體接觸，順勢提出更進一步的親密互動，不會顯得突兀。獨處時也會拿溫度當理由，說房間有些冷，邀請對方靠近一點取暖，借着合理的借口縮小兩個人的距離。氛圍到位之後，關係很容易更進一步。女生這邊會說害怕黑暗，希望對方留下來陪着，等自己睡着再黐開。害怕只是託詞，真正的想法是允許對方長時間留在身邊，不介意留宿。主動靠近後誇讚對方身上溫暖，也是在傳遞享受肢體接觸，不抗拒親密距離的信號。只要男生主動一點，就能順勢推進關係。還有一類反向暗示，表面看似拒絕，實質是試探對方的心意。很多人分辨不清，白白錯過機會。男生邀約女生上樓坐坐，女生回覆不太合括。萬一你對我有別的想法就喵版，這句話不是真的拒絕，而是試探男生的真實心思。如果男生誠懇表示只是想多相處一會，沒有別的企圖，女生半推半就答應，就是默認願意跟進一步。又有女生拿家裏長輩管束嚴格當理由，說太晚回家會被指責，一方面給自己留好退路，另一方面觀察男生的態度。如果男生只說送她回家，幫忙解釋，基本沒有後續；但如果男生主動出主意，幫忙編造留宿朋友的說辭，女生大多會順着台階接受邀約。男生同樣會有反向試探，女生邀請上樓喝咖啡，男生介意擔心耽誤對方休息，並不是真的打算黐開，只是確認對方是不是真心邀約。只要女生表示自己並不困倦，男生立刻就能讀懂信號。除了口頭話術，還有不少場景裏暗示，借着外出上門幫忙的由頭，創造私密獨處環境。男生提議一起去評價很好的溫泉場所週末放鬆，這類場所本身自帶曖昧屬性，大多需要過夜，意圖十分明顯。還有邀約一起行至別墅遊玩，嘴上說着約上一群朋友，等抵達場地後，其他朋友臨時有事缺席，最後只剩兩人獨處，也是刻意製造相處機會。女生常用的上門借口也很典型，說家裏水管出現故障，詢問對方是否有空上門幫忙點修。修理物件只是幌子，主動邀請異性獨自上門，本身就代表足夠信任。等處理完瑣事，留對方吔飯喝水，曖昧氛圍很容易滋生。還有女生說自己新學了幾道家常菜，卻是吃的人，邀請對方上門品嚐，親手做飯是展現溫柔居家一面，核心目的還是二人獨處。一些誇讚女的曖昧話術，字裏行間全是吸引力。男生會直白誇讚對方笑起來很有魅力，見面時心跳加速，不只是普通誇獎外表，是直白表達異性吸引力，傳遞心動的感覺。也會感慨和對方相處時時間過得飛快，希望能多待一會兒。潛台詞就是不想結束約會，想要延長相處時間，推進親密關係。女生表達好感的話術也很好分辨，坦言從來沒有和異性聊天到這麼晚，唯獨和他相處格外舒心，說明對方在自己心裡格外特別，願意突破普通朋友的邊界相處。
主動誇讚對方穿搭好看，忍不住反覆多看幾眼，也是釋放好感信號。只要男生順勢接話，就能繼續升溫氛圍。說了這麼多各式各樣的暗示，其實核心邏輯都相通，心裏有更進一步的想法，又不想太過直白冒犯對方，給自己和對方都留足體面與退路。直接開口提出親密需求，很容易讓人感到不闊，委婉暗示更有分寸，對方有意向就能順勢發展，對方沒有好感就當作普通閒聊，雙方都不會尷尬。但所有暗示能不能起到作用，根本前提是雙方互有好感。如果對方對你完全沒有心思，再明顯的暗示都會被刻意無視。邀約上樓喝茶，對方會以家人催促回家為由推脫，借口下雨落對方。對方表示隨身攜帶雨具，遇到這種情況一定要及時收手，不要死纏爛打。反之，對方對你抱有好感，回應時會帶着猶豫，不會直接拒絕。邀約留宿，對方會遲疑說太晚不太方便，邀請上門觀影，對方會擔心打擾到你，這種略帶糾結的回覆就是默許的信號，稍微主動推進一步就能水到渠成。這些藏在日常對話裡的暗示，是成令人感情裡的調味劑，也是保護彼此體面的緩衝帶，不用直白攤牌就能試探彼此心意，避免直接拒絕帶來的難堪。但看懂暗示只是基礎，懂得尊重才是底線。一旦對方明確表示想要回家，不方便獨處，不管說辭多委婉，都要立刻停下腳步，不要持續糾纏。感情講究雙向奔赴，單方面的勉強只會破壞雙場氛圍，過分糾纏甚至會觸碰法律底線，得不償失。聽懂別人的含蓄表達是一重情商，懂得尊重他人的拒絕是做人的底線。好的親密關係從來不是靠套路暗示勉強得來，而是兩個人心意相通，自然依然靠近。套路只能製造短暫的曖昧，互相體諒，彼此尊重，才能長久走下去。平時大家和異性相處，有沒有遇到過藏着小心思的隱晦暗示？歡迎分享自己的經歷，一起分辨這些藏在話裡的小心思。